點啊靚？今個星期你哋運動覺覺點啊？有冇舒服咗啊？我今個星期感覺咧，好似又冇乜變化，但係實質咧就都有嘅，即係虛則實之，實則又虛之啊！今日太陽好勁啊！你揾個角度先啦。其實今個星期咧，你話我因為之前足底筋膜炎咧，到而家你話完全康復都係唔係啊？90%真係90%，最後呢一成始終都係好難搞啊！點解好難搞？因為而家有氧慢跑咧就問題不大，問題不大意思係咩咧？佢唔痛啦，腳底係唔痛啦，咁但係咧上配速咧，佢都係唔舒服，所以而家就係好麻煩在就係呢樣嘢啦。咁我今日又開始有少少嘅漸進跑啦，漸進跑即係話我開頭用好慢嘅速度先 warm up，咁我而家嘅配速比大概係，因為我係跑一個鐘啊嘛，咁就頭半個鐘咧就用好慢嘅有氧跑速度，壓低心率去 warm up，同埋做前面嘅消耗，跟住第30到50分鐘咧，我就提速，提咗大概40秒到45秒左右。咁最後10分鐘咧，我就往我自己盡可能嘅就提速啦，即係試一試而家提速嘅感覺喺邊度。咁但係就係頭嗰半個鐘冇事，30到50分鐘都冇事。而家問題就卡咗喺最後嗰10分鐘，我就將個速度盡可能提上去嘅時候咧，即係叫做乳酸閥值以上嗰個速度咧，咁就開始出問題啦。即係而家永遠都係卡住喺速度上去之後，腳底都係有唔舒服，即係佢仲有少少掹住感覺啦。咁呢方面可能係我個人原因啦。鞋應該都唔關事嘅，因為我試咗唔同嘅鞋，比如話飛馬，然之後 Kayano，嗰啲都唔得，都係有同樣嘅感覺，同埋一睇成型嘅話都係有咁嘅感覺，所以應該同鞋係冇關嘅，應該都係跟腱上邊仲爭啲未完全好返，繼續耐心咁樣去鍛鍊啦，將嗰個跟腱嘅部分加強返佢。因為醫生啊、康復師啊嗰方面咧都係咁樣嘅一個咁嘅回覆，佢話可能都仲係跟腱過去係叫嗰啲咩鈣化，亦都係叫咩纖維化，即係硬咗咯。而家就首先要幫佢再重新慢慢替換翻，因為人體每個組織一段時間內就會完全替換晒噶嘛。咁所以喺呢個替換時間咧，就盡可能逐漸做一啲力量訓練啊，同埋相關嘅足底筋膜嗰個強化係有用嘅。咁所以希望大家咧，你喺你哋自己喜歡嘅運動項目上邊，可以無傷健康咁樣運動落去，還俾自己一個健康年輕嘅身體。好啦，祝願大家今期見，下期見。